逆按揭又叫做安老按揭，或者大家比較熟悉嘅以房養老，佢其實都係一種按揭貸款嚟嘅。呢個計劃嘅特點就係借錢嗰位業主喺佢有生之年可以每個月定期收到一筆款項，而到佢過身之後呢，銀行就會收翻層樓攞去賣，咁樣就可以攞翻之前出過嘅本金同利息啦。香港人平均61歲退休，但係壽命可以長達86歲。你要預起碼25年退休生活，25年唔係短時間，你可能要供養父母、照顧仔女，現實逼到你，好似一部自動提款機咁，不停俾錢，自己日日慳，夜夜憂。但你有一間樓冇按揭係你一世人努力得返嚟嘅成果，你唔捨得用，淨係想留俾仔女做首期，俾佢哋起步，結果呢，你自己唔敢食唔敢使，連保險費、生活費都成壓力。但係你仲要擔心個仔女有冇樓住，其實你有選擇逆按揭係俾有樓嘅你一個出路。你唔需要賣樓，繼續住喺自己屋企，每個月都有穩定現金流，唔靠仔女，圖自己老伴，生活照樣有尊嚴，有選擇。逆按揭、安老按揭只係將你辛辛苦苦攞返嚟嘅資產轉化為自己今日嘅保障，留樓俾仔女，不如留住煮俾自己。退休唔應該係犧牲，應該係享受。業借凳協助你了解逆按揭方案，幫你守住安穩老年。揾律師，揾業借凳。業借凳，你的法律服務夥伴。